好，来，乡亲啊，继续要来讲这个第75届联合国的大会，9月15要伫美国纽约联合国的总部来开会。这个年度总辩论的主题是安怎用和平的行动来对抗着新冠病毒的疫情。因为台湾防疫的成绩得到国际上的肯定，所以南加州的交界提出着诉求，希望联合国都要马上采取行动，来解决掉2300万的台湾人民被不当排除伫联合国体系外的情形，也有台大的学生伫 YouTube 来录制着影片来放送，要互全世界听到台湾的心声。Taiwan is a country of 23.7 million people. We have a constitution, a military, and a passport. 伊是 Joyce， 即马读台湾大学3年，家己拍影片，英语讲了真认得，向世界发声，希望互台湾加入联合国。We were also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ly for our tactical,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第75届联合国大会9月15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台湾南加州交界要提出3点诉求，联合国应该采取行动，解决2350万台湾人去互不当排除伫联合国以外的情形，而且嘛不当剥夺台湾人和媒体入去联合国的权利，应该保证台湾有权平等、有尊严参与实现应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活动，而且有贡献。外交部这方面，部长吴钊燮伊接受英国金融社早报的专访，伊讲每一个国家拢爱齐心合作，为2019冠状病毒疾病所造成的冲击当中恢复。台湾已经准备好啊，互台湾参与联合国，对于国际社会来讲，只有好的，无歹的。